上前后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初9，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本土疫情。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80195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有344例，死亡个案创下新高有159例。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整体疫情应该伫后礼拜会开始下降。另外，目前咱国内有2个囡仔确诊了后出现儿童多系统发炎症候群 （MIS-C）， 一个即马伫台大，一个即马伫北医。伫台大病院收治国内头一个多系统炎症症候群的患者，是一个10岁查甫囡仔。北医附医也拄到一个个案，是一个5岁半的查甫囡仔。染疫了后，将近1个月出现发烧40度、腹肚痛，到院的时阵已经心要停去啊。好在紧急治疗了后，已经治好出院。眼睛会红，然后高烧，那吃退烧药没有什么效果。那最重要，它还会有腹痛，然后会拉肚子。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义军提醒家长，囡仔甲青少年伫确诊了后6礼拜来持续发烧，有腹肚痛、落瀉、易吐、皮肤出痱、目睭有血丝，甲头晕这症头，爱入去就医，请医师评估。他有腹泻、有呕吐、有皮肤出疹，也有这个结膜红，就是眼睛充血的一些情形哦。所以这个都符合我们特别在前几天有跟大家做提醒，说小朋友如果确诊后6周内要特别注意的这些症状哦。初8新冠肺炎本土个案都新增加80195例，确诊分布前3名是台中11587例，新北11443例，高雄11048例，新增加中重症344例，死亡159例，创下新高。外界伫关心疫情什么时阵会当转好，指挥官陈时中预测后礼拜确诊数可能会当降低。千里以下给他一点时间哈，那下礼拜往下退，大概应该是可以预期的。最近新冠确诊者死亡了后，24点钟来火化争议不断。立委詹明忠建议指挥中心参考 WHO 的指引，像讲新加坡护家属会当酒龄3天，但是中是讲会当尊重这种的需求。不过台北市数据量预测会较少，会请内政部民政局讨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以他俩的规定跟我们在防疫上的要求并不违背。那现在已经稍微的轻症化。好，那可以来思考一些在人情的顾虑比较多。各县市要求定出明确的标准流程，但是中表示原则上是爱赶紧，不过因为过程有一寡变数，包含火葬场的安排时间可能会延误，你做甲时间定伫传染病防治法内底，都会有相关的处分，也不一定完全适合。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中和2岁查甫囡仔恩恩为病了后不幸过往，为着要追查因误送病院的真相，伊的老爸8日的时有去一座新北市消防局听录音，也不即马有人指控新北市的消防局竟然搬去予恩恩的老爸看。针对这个讲法，消防局讲会提出告诉。另外，恩恩的老爸嘛批评中央的1922专线用143分钟才把案件转出去，拖这么久是失职。新北消防局去地检署申告，因为一个县长的前消防员指控消防局假造报案、假火警发生，演戏予恩恩的爸爸看，制造环境的噪音、充满个人资料的声音，甚至涉嫌变造录音。我认为可以同时让恩恩爸爸知道，在疫情高压的环境之下，大家都是兢兢业业的在处理每个案子。新北消防局讲，为了让伊知影报案迄天的情形，唔再用切齿无语，互恩恩的爸爸了解。佮讲已经将已旧甲各单位联络的资料交互恩恩的爸爸。只是新北报案中心的情景无语，恩恩爸爸讲事先唔知，感觉真意外，也无法度理解。伊阁进一步质疑，伫中央摕到资料了后，发现1922的联络爱用143分才把案件转送，互伊无法度接受。那今天地方政府严重的失能失职的时候，中央的1922应该要兼顾人民的第2道防线。面对质疑，疫情指挥中心指出，会持续提供家属个案卡入1922专线的资讯，并且说明1922专线的业务无调度119也是防疫计程车的权限。陈时中表示，未来会检讨1922专线的流程，安怎伫紧急的情况下负担部分通报，也是紧急调配协助，才通缩短救援时间。只是这个感染的查甫囡仔救助送医过程，到底是不是有延误，还是倒一个处理过程有问题，家属也要搁进一步了解。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啊！今仔日同款受方面的影响，各地落雨的机会拢真悬。西半部爱细至大水雨，也毋过雨势嘛开始豆豆减少啊。咱来看云图。
今日5升雨的方面，赶快也伫咱台湾的天顶，各地有阵雨，也是雷公雨。尤其伫西半部到有短时间的强降雨，嘛要细致单雷公甲强阵风。温度方面，北台湾今日天气赶快较凉，高温是22度至27度。啊，那明仔方面就会往北，各地雨水会开始减少。要搁伫西半部赶快的落雨，雨水是集中伫中部以北。到礼拜日方面离开，天气才会恢复稳定。5升雨伫直落昨昏家己达邦公路甲苗栗台72线路段拢出现土石放落来状况。另外，伫南环公路金河到复兴路段，嘛因为日头落雨出现水崩山。土石流一直向水尾的所在平去，还佫有边坡的石头嘛落落来。南环公路金河到复兴路段，佫一个异风性封起来。玉穗溪又爆发了一波的一个土石流下冲，那又再度的把我们的钢便桥的一个通水断面，又再度的一个减少，那公路单位这边所幸都已经提早来做撤离跟预警性封闭。大雨是就无休困，地处家己达邦公路169线28公里的所在，有真大片的石头落伫车路的，加在迄当阵无人对遐过。又发生巨石掉落路面事件，所幸夜间无人车进出。包厢出动大型的怪手来清理，车牌透早恢复双向通车。台72线向东边27.4公里，公馆乡路段，初一下晡3点，因为落石济，还佫有袂少大粒的石头，客属大桥到出丰家10道路段持续封起来。新竹宝山乡因为车路放弃无法度通行，迄天累积的雨量有49.5米里。南环公路范围内底高雄甲线测站累积的雨量是70.5米里。气象局提醒，受到猛阵雨方面的影响，车到西半部也是有阵雨或者是雷公雨，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宝山乡传出大水雨，造成车路崩塌的灾情。目前当地尚无有4户的人家厝，即嘛无水无电，而且无法度出入。民众出入的道路，即嘛因为大雨落袂停，变做这款模样。毋那车辆无法度通行，就算想要步练通过，嘛着真细腻。大面积的崩陷，长度差不多20到30公尺。本来是小小的裂纹，然后到坍塌，到现在完全无法，不要说什么车辆，人员都完全无法。那跟着它继续在滑的情况下，再接下去就是人命的问题了。当地机关表示，目前了解有4户人家厝受影响，民众厝内嘛无水无电，为着安全，已经请民众暂时刷去别位安置。这整个水这样冲下出来之后，它因为它整个的土壤饱和，所以包含它的整个它的庭院这一个整个断掉，往下呈现，往外滑移，所以整个再继续下去会影响到它这一户人家的一个安全。乡公所表示，目前因为大雨落袂停，暂时无法度修复，敢若会当临时先用布盘来盖，减少地基流失。等雨水冻点，再当用钢条固定进行修复。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国军委托中科院执行几项军备研发建造案，为着要发展暗坎形状的技术，也个水下科技才会先进的技术。中科院即马是当在找专业人才，有透过中人公司协助国家，希望会当找出人才，希望投入咱国防科技的研发。来看中国时报，财政部昨昏有公布5月份海关进出口贸易统计。出口金额有420亿800万美金，年增率是12.5%，创下连续23个月正成长的纪录。财政部是表示，中国因为疫情封锁，确实有影响到5月份出口的表现。也毋过，厂商是认为讲中国的需求无减，只是延后尔，解封了后就会续回来。来看联合报，国内走超级马拉松的选手林义杰有成立一间或者真相智慧财产股份公司，即马防指控讲，甲一间影音公司合作，透过取缔网络非法下载，去冒官司去抄好改，昨昏红扣去地检署，尾啊伊是以20万交保。林义杰即马对官是表示，伊咧做的是正义的代志，说防指控讲伊是嫌疑犯，伊认为讲这是有人咧对伊报鸟吃冤。
来关心台北有一个律师咧换身份证的时，伊是要求户政机关敢若伫伊的身份证顶头写名，抑个有身份证的号码就好，其他的拢毋好写。户政单位拒绝，伊就去提起行政诉讼。法官即马判伊胜诉，不过户政机关是认为讲，身份证应该是爱全国统一规格才对，所以会上诉。内政部嘛支持上诉。要安怎辨认你是谁？只要把身份证摕出来，姓名、生日这资料全部拢知，看起来真正常。按过台北市有一个姓陈的先生，伊去年伫换发新身份证的时阵，要求户政机关除了伊的姓名、身份证字号，其他的资讯拢爱藏起来。算是一个公民行动。我们在律师执业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也遇过当事人跟我们讲过一个情况：身份证在被半强迫的方式被人家拿出来检视之后，我马上可以透过你这个人在违反你意愿的情况下，马上去掌握到你个人非常私密的资讯。这种要求，何文山户政事务所依照即卖规定拒绝，但先生提出诉愿，互人驳回了后，决定提出行政诉讼。合议庭认定父母配偶姓名是有间接资讯，刊在病业别也对辨认个人身份无帮助。你做强制这些资讯一律爱列出来，已经超过户籍法授权的意志，上过头侵犯个人的资讯隐私，违反比例原则，所以判决陈先生胜诉。不过诉求无大相片、出生地这些资讯的部分，法院判伊败诉。父姓名、母姓名这些的话，还是必须要有的，因为这些才足以去辨识他个人的资料。判决书我们是还没收到，不过的话，我们收到以后，我们会再上诉。目前国民身份证内容建立办法的相关规定，身份证记载项目包括姓名、统一编号、甲伊的条码、出生日期、相片等等，拢总有14项。内政部是回应，身份证所藏的个资拢经过公益性考虑，款型应该全国统一，若做无统一，证明的效力有限。强调无法接受这个结果，支持户政事务所提起上诉，也会互因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公布上新的统计，离管餐饮业有3152个劳工当地休无薪假，这是创下今年以来上悬的数字。其中，即阵疫情进入高峰期的中南部，有一寡饭店、火锅店嘛拢有受影响。那台中一间老牌子的或者交远饭店，月底规期要收起来，无爱阁做啊。真大间宴会厅空空拢无人客，中南部疫情进入高峰，不过餐饮业者业绩却是搬入谷底。台中这间饭店业者讲，宴会厅有时空一个月拢无生理，无举办餐会。今年以来业绩已经6-9成，一个月开销爱500万，这阵也伫咧研究。今年虽然有人去举办这个宴会，但是大部分都变成家宴。那有时候是30桌，可能变成5到6桌，然后不然就是延期。那延期是延到那个年底，甚至是遥遥无期。另外一间老爸的交远饭店是袂堪疫情的冲击，3部6月30土地所有到期就要来结束营业。大致讲句，爱买餐馆的民众赶紧来消费。而消保官是提醒消费者，也使选专业来退费，业者是袂使收手续费。本案是属于消费者无过失的状态，那业者必须按全额退费，不得收取任何手续费用。根据劳动部上新的统计，休大餐饮业总共有3152人减班休困，也就是请的无薪假，是今年以来上悬的纪录。疫情严重的中南部，阁有一间饭店甲连锁的火锅业者通报无薪假，人数总计有300多人。劳动部启动辅导甲补贴的做法。跟这些厂商来做辅导，让他的员工可以参加我们的包括安心就业、从简再出发的方案，从薪资补助或者是有那个参加训练津贴的这个补贴来帮这个劳工。餐饮业者讲，今年的营运是从来唔捌有这么歹过，不过这阵为止也未收到政府纾困甲振兴的具体做法，请其他所来疫情顺利降落，加上这边休热，民众较想要出来消费啊，才有法度提升业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国际上要紧，加上今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5亿3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32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80223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262万941例。中国的病例伫 WHO 的病例数资料超过352万例，日本超过899万例，韩国超过1800万例。
目前全世界嘅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86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100万例。欧洲嘅英国超过2200万例，法国超过2900万例。那另外一个传染病，高祖嘅疫情继续在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字，目前有29个国家通报超过1000例，不过目前是无死亡的案例。WHO 的秘书长谭德赛就表示，这确定病例男性较侪，主要拢是因为同性的性行为烧坏的。高岛疫情为今年5月开始伫非高岛疫区升悬。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今年非洲超过1400例疑似病例，66人死亡。目前已经伫19个非高岛疫区国家通报超过1000件病例。More than 1,000 confirmed cases of monkeypox have now been reported to WHO from 29 countries that are not endemic for the disease. So far, no deaths have been reported in these countries. Cases have been reported mainly, but not only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谭德赛指出，高岛病毒几十年来一直存在伫非洲，佮夺走真侪人性命。这么受到关心，是因为伫高所得国家出现病例。WHO 也强调，人甲人的密切接触是主要传播的方式，不过也无完全了解延误一个传播风险。医院建议照顾患者以后应该挂喙罨。So the primary drivers of onward spread of this virus at the moment in the non-endemic setting are face-to-face, skin-to-skin, interpersonal contact, physical contact. 伫国际新冠疫情部分，顶礼拜全球通报确诊甲死亡人数拢减少，确诊病例降低12%到300多万例，死亡通报人数下降12%到7600例左右。不过中东新增加病例19%，东南亚小可升悬1%。公司新闻陈伟仁评析。美国 FDA 的专家小组是建议要批准 Novavax 所研发的预防剂，因为根据药厂的临床试验，这支预防剂的防护力有9成，那副作用是比其他预防剂也去较少。不过对付Omicron变种病毒敢同款才有效，这部分要搁观察。美国 FDA 食品甲药物管理局初次为了审核 Novavax 新冠疫苗开始讨论。虽然有部分专家烦恼 Novavax 疫苗可能甲罕见的心肌炎有关，到尾也是以赞成票数较济，支持使用这款疫苗。So there's 22 total voting members again today, and we have 20. Let's see. Okay. We have 21 that have voted yes, 0 have voted no, and 1 has abstained. So the majority have voted yes. 即摆美国已经批准3款疫苗用伫防范新冠疫情，分别是采用 mRNA 技术的辉瑞 BNT 甲莫德纳，也有采用腺病毒做载体的胶性疫苗。Novavax 疫苗是采用我传统的蛋白质技术制作疫苗，较早乙型肝炎疫苗甲 HPV 人类乳突病毒的疫苗，拢是用传统的蛋白质技术制作。另做 FDA 甲 CDC 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批准使用 Novavax 疫苗，这就是美国得到授权的第4种新冠疫苗。美国 FDA 生物制剂评估甲研究中心主任彼得马斯克博士是讲，新的疫苗会当提供美国2700万人左右无注疫苗的成年人一个新的选择。So I think we speak to making available another option for those who might not otherwise take a vaccine, because right now any vaccine, even one that may need to be updated for the variants, right now getting that into someone's arm who has no vaccine is probably going to prevent them from having serious outcomes such as hospitalization and death from COVID-19. 外国媒体报道 ，Novavax 疫苗是全球疫苗竞赛当中领先的，不过受到制造加监管问题影响，互疫苗上市比其他厂牌较慢。伫今年1月底才申请美国授权，比原定申请计划慢将近1年。目前 Novavax 疫苗已经伫欧元、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加入注射行列。根据临床的试验证明，这款疫苗对新冠病毒的防护力超过90%。不过因为试验是伫 Omicron 变种病毒流行前进行的。一定拄到 Omicron 病毒，可能还需要做对加剂，还是更较新的疫苗。公司新闻，但是同编译。来关心伊朗东部的城市塔巴斯，伫初八时昨昏发生一台火车，敢若亲像是甲卡拉车相撞的意外。根据统计，目前已经知影造成21个人死亡，87个人受伤。
对空中翕落去的画面，会当看到救援人员无用咧救人。伊拢一台有载300人的火车经过塔巴市时，惨像是甲卡拉车相撞，造成7节车厢有4节拢败马，当场并车。因为这个所在是庄卡所在，通信嘛无好，互救援行动更较困难。按算救援人员进入车厢找找了后，死亡人数恐惊阁会增加。来关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即马伫北顿的刺客小镇，即马乌克兰的军队恐惊爱撤退，而且嘛影响几若百万吨的乌克兰的粮食无法度出口。国际社会即马对全世界的粮食危机是更较烦恼啊。不过俄罗斯是强调讲，乌克兰粮食的状况甲全世界的粮食危机无关系。昨天，俄军则表示已经解放97巴卢甘斯克地区，侧北双方为争夺巴顿的刺客控制权发生激烈战争。Сєвєродонецьк за підсумками і цієї доби вже 105-ї, до речі, доби повномасштабної війни. Це дуже жорстока битва, дуже важка. Мабуть, одна з найважчих протягом всієї цієї війни. Я вдячний кожному і кожній, хто говорив сьогодні з канцлером Німеччини Шольцем, бо ніхто не може бути зацікавлений, окрім Російської держави, в глобальній продовольчій кризі. 乌克兰是全球米啊、番麦甲天葵籽油上大出口国，因为战争甲俄军对港口封锁，互2200万吨的粮食无法度出口，影响真济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供应，计上千元全球拢感受到强烈冲击。The World Food Programme estimates the ripple effects of the war could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eople facing severe food insecurity by 47 million in 2022. There is only one way to stop this gathering storm in its tracks.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must end. 俄国表示，这只是西方国家甲乌克兰想要将问题讲作是一场全球灾难。Внести в разряд вселенской катастрофы, хотя доля вот этого зерна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о котором идет речь, она меньше 1% от общемиров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пшеницы и других злаковых. Поэтому какого-либо отношения. 俄罗斯甲土耳其侧北表示支持伫乌海建立一条安全走廊，互乌克兰粮食用出口。乌克兰爱移除敖德萨港附近海峡水雷，不过乌克兰表示排雷会互俄军更进一步攻击。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军一只军机昨昏伫加州摔落来，有风声讲飞行机顶有载核材料，也毋过美军已经飞回讲无。美国航太总署 NASA 按算计划要伫澳洲发射3粒火箭，要进行科学研究。这是美国 NASA 头届伫境外发射。来看世界卫生组织即摆有公布上新的报告，讲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确定病例甲死亡人数拢已经开始咧减少啊，也毋过中东甲东南亚了外。镜头搁转来咱国内来关心法国参议院犹太小组副主席格里欧昨昏是带团来咱台湾访问，这嘛是法国国会一年来第3届来咱台湾访问。总统府是表示，这就代表台湾甲法国即马咱的关系真好。另外，咱台湾内底还佫有另外一个外国访问团，这是斯洛伐克访问团。法国参议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也是犹太小组的副主席格里欧，吹背带跨党派议员访问台湾，这是法国国会一年来第3遍组团来访。总统府讲，这表示台法之间的关系正紧密友好。格里欧表示，希望让就此更加了解台湾，真正彼此之间的关系。格里欧是伫2018年了第2遍访问台湾，总统蔡英文找到早起，将会接见并且颁发大小钦分勋章，感谢伊对台法国会交流的贡献。另外，外交部长吴钊燮也颁发木艺外交奖章，和正伫咧访问台湾的斯洛伐克国会犹太小组的主席欧舒斯基，表彰伊对台苏之间关系的贡献。Representative of one China theory, but this is the China, not the despotic regime behind the threat. You are China of democracy, and that's why you deserve name of China and not only Taiwan. 台湾甲斯洛伐克也签署
大使民事及商事司法合作协议，真正双方的司法合作。司法院副院长蔡景敦，也个法务部部长蔡清祥，拢有参加签署仪式。记者综合报道。详细消息来关心，国民党嘛在拼外交。国民党即马伫美国华府要开放设立驻美的代表处，伫美国时间6月7日早起10点已经正式成立。党主席朱立伦有去揭牌，嘛有甲美国的官员见面，针对国防甲区域安全的议题有交换意见。朱立伦嘛去拜会几来美国的国会机关。宪会红布条正式宣告，国民党重回美国华府开放设立驻美代表处，包含美国国院台湾协调处长白丹利甲美国真侪位学者拢到场祝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为2008年国亲联合驻美代表处关起了后，过14年又回来到华府。And there was no voice of KNP in this world capital, U.S. capital, Washington, D.C. So this time we come back. We said, we are here, we are back. 用直播方式召开驻美代表处的所在地，就伫华府 D.C. 宾州大道，也是伫美国白宫甲国会之间中的位置。朱立伦强调，这段行程应感受美方对台湾支持。可以感受到美方对台湾的支持，尤其我们大家都非常重视安全的议题，那他们也很关心国民党的态度。朱立伦伫这进前行程是真晚，除了甲美国官员会面，也拜会众议院真侪国会机关，除了民主党的盖耶哥，也佫有共和党籍的夏普贝肯、麦克连、甲朴贤珠，其中夏普也是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朱立伦表示，双方针对能源科技、区域安全、甲国防议题交换意见，其中也对兵役甲后备制度有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北市政府最近有几名员工轰抓着讲，因伫上班时间伫 PTT 内底写文章，而且佫有乌白放假消息。面对外界即马批评台北市政府饲网军，市长郭文哲是表示讲，毋是伫网络顶头批评民进党的，就是网军。昨日台北市政府有几个公务人员向掠包伫上班时间伫 PTT 抛文。其中 ID 是 Love Arrow， 这位回登产业发展基金会姓林的员工，讲因兜一口罩5个人确诊，而且囡仔的病情真严重，居家隔离的期间佫无通领薪水。针对这个内容，伊承认伊是讲白贼。上新处分的结果，伊是去用记2支大告，考绩平等，无年尾奖金。伊嘛伫 PTT 发文公开回释的，讲处分的结果，互伊有得到假释，嘛拜托外界会当帮伊刷。记2大过了哦，考绩平等了，没有年终奖金了，这是他们的。会展基金会自己的人事去开会陈组决定的，我也没有讲什么了哈，总是他们自己做的决定，我们就表达尊重。代志发生到今已经1礼拜外，几个市府的员工小连刷红压出来讲，伫上班时间利用台北市府的 IP 发文 ，Love Arrow 处分的结果确定领无年尾奖金。台北市府交通局运输资讯科科长林玉生会受行政处分。也拿台北市府关团局科员宋成稳的处分，上紧拜四会公布。另外，高文德随行的摄影师陈碧水的部分已经开考绩会，听候首长签名。台北市府最近小连续召开考绩会，针对这点，台北市议员质疑讲，整体调查的报告都还未出来，台北市府就着急要甲员工处罚，即便现是要划清界线。现在好像所有的各个机关为了灭火，只惩处了个别的同仁，但对于这是不是集团的行为，完全没有调查哦。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一个外部的调查机关进行调查，我觉得这个结果难以让人信服。台北市政府没有网军呢，不是在网络上批评民进党就是网军，特别都是柯文哲的网军，也不要带这种风向，我也不接受啊。针对外界质疑讲，台北市府饲网军影响大众舆论，高文德是严正驳回讲，台北市政府无所谓网军，唔通乌白放声放影，而且伊嘛袂接受。记者综合报道。诚品册店是真侪人介意的册店，即马有风声讲诚品的信记店因为厝头家统一集团无想要佮继续签契约，所以伫明年底有可能就租约到期就要收起来啊！那诚品伫台北火车头的店面，因为厝头家是台北市政府，这部分也搁咧协调。就算雨都无休困，
东区的诚品信义店也是有袂少民众来遮踅街。从2006年开幕以来，诚品信义店规栋的商场，加上大型册店的形式，今嘛已经加做台北市真重要的文化地标。就是会来晃一下，因为它就是因为诚品算是一个比较复合式的商场，所以除了买书，也会就是可以顺便逛一下其他非书籍类的东西。它这边还蛮大一栋的，就是品牌也是算不少，今天蛮多范围可以逛，然后这个也是其中之一。不过因为疫情影响经营甲利润，今嘛有风声讲诚品信义店因为出自统一集团，无想要阁继续租赁，所以诚品董事长吴明杰伫股东会话讲，希望统一集团对继续拍契约的代志表态。今天是董事会，但是董事会并没有这个议题。如果说有相关的议题了那么一切的运作，我们会以上市公司的规范来办理。诚品台北车头站总店嘛，因为疫情的冲击，地主营收差不多剩一半尔，今嘛传出可能会提早解约。现在就今天调解我们目前还在调解程序当中啊，他们是希望提前终止契约嘛，还有履约保证金这几件事情嘛。我们市政府的减租政策对于他的继续履约有帮助的话，他们是可以去思考嘛。台北市政府回应讲，目前双方当地的调解当中，也若出版界是议论纷纷。不过，也是真肯定诚品册店在推广活动的拍拼。对我们来讲，必须有一家信义诚品。信义诚品不只是销售图书，对出版社来讲，其实它有很多的展示的功能，然后特殊的活动，书页的跟作者的互动、跟读者的互动，样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性。台湾真的需要有好的图书的发展的店面跟展示的空间。针对站总店的未来，诚品发声明讲，疫情影响台北车头的人潮甲店头是真大，目前也咧甲主管机关研究上届讨论的做法，尊重主办单位的权限，也若抓本活动习惯的改变，加上疫情的变数，嘛互册店拍拼找出可能的生存之路。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台中市东区的东宫园道目前正在进行园道的改善工程。有保育团体就发现讲，这个所在有保育类的粉鸟莺，即马在遮遭受生炭。不过伊嘛烦恼讲，附近的施工噪音会影响这个鸟仔，希望市政府会当先停工，互鸟仔会当顺利大汉。目前建设局已经答应要做回保育生态。镜头翕到，这只鸟母正伫咧饲鸟仔，边仔也有公的鸟伫咧守护。这是保育类的粉鸟莺。保育团体伫台中市东区的东光园道树丛内底发现，若伫咧遮做收野炭生下一代。就是父母会带食物回来给小朋友吃。那我们那时候是担心说，因为小朋友飞行能力还不好，那如果施工的状况可能会造成一些声音或震动，干扰到或影响到他，如果害怕他掉下来。保育团体讲，粉鸟莺是台湾第一亚种保育类二级。经过长期的观察，发现这对成鸟对今年3月开始伫遮做收，经过2个月时间，慢慢甲鸟仔饲大只。过程这只公的鸟除了会找这物件转来收的，鸟尾也稳定伫咧孵卵，鸟仔才法度孵出来。也毋过，粉鸟莺毋但有地域性，对环境的敏感度也真悬。鸟树下面正伫进行东光园道的改善工程，保育团体烦恼鸟母受到环境干扰，上严重可能会飞走，也请市府施工单位甲工程停工10天。希望可以暂停，先评估之后，你们再跟工程单位讲一下是怎样的状态啊？虽然我们工程师是没有砍伐到，或是说没有修剪到那些树木，可是因为行进的部分可能会有一些嘈杂的声音跟一些机具的劳动，那所以我们也在听取这个专家这个意见之后，我们暂缓这一段的这个路段的施作。台中市建设局经过现勘，决定在无影响施工的情况下，加工期延后。同时，这生态真丰富，也避免噪音加工程的震动降低干扰，互2只鸟仔顺利来大只。记者综合报道。今年阿里山春茶已经收成比赛嘛拄比赛。负责评鉴的第2届改良场就表示，今年春茶的生长过程、天气、天公伯也拢有斗3工，所以产量袂歹，而且品质嘛比旧年也搁较好。民众伫档头前等要啉今年拄采收的茶，茶农讲受疫情影响，茶米的市场有较歹。但是今年阿里山地区的春茶品质真好，希望会当增加销量。也无自由去恁兜拍茶，人嘛无自由来咱兜拍茶，这就是减的嘛，对无？
边啊，上类的风气嘛，渐渐在减。那今年不一样，今年的低温足够，而且雨水充足，让整个茶树在整个生育的一个状况之下，非常的完整。嘉义县大东路举办阿里山高山茶的比赛，今年参加春茶的地样有1046点。地界场讲，今年4月天气较冷，地叶生长慢，所以这个品质平均拢有提升。今年的茶叶品质在这几年来讲，应该以这5年来看是最好的一年。反应哈，算拢也袂歹，尤其今年的品质佫非常的好，好所以人客只要试到哈，反应拢非常好。嘉义县政府表示，为了要提升消费者的信心，比赛茶米拢有生产地的履历，佫使用 DNA 分子鉴定来鉴别产地。若是有透蓝唔是台湾产的茶米，都会取消比赛茶的资格，甚至公布资料，希望保护阿里山茶产业的品质甲环境。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文化新眼界来去台北市看，台北市最近这几年在推动老厝文化运动，甲民间团体合作去换一寡老建筑，甲这空间再利用。即马更有2间伫迪化街的100年老厝来参加，其中内底有一间，这间是保留过去咖米厂的元素，要推广食米的文化。国金车走出怀旧风情，本地是潮化街的米行，嘛是台北市历史建筑，即嘛是民间经营的餐厅，内底的空间保留真侪米行的家私。来我们这边用餐的客人呢，我们都会跟他导览介绍，就是他不是说纯粹来用餐而已，他可以把在地的故事给带走，然后分享给更多他的朋友。除了米行变餐厅，原地附近的汉药店空间嘛由卖军种木质商品的文创业者来接手。台北市的老厝文化运动，即马佫增加2个新所在。市府表示，以公司协力，甲老厝翻修佫再利用，预计到年底会有22间厝。那我们市政府在这个计划里面，那提供给厂商，包括它的这个营运的费用，包括这个租金。甚至房屋税、地价税等等，都可以折抵它的修复的经费。相关租税减少吸引业者的投资，市府表示，目前伫台北市有500几项的文化资产，其中有100多项伫大稻埕，真侪是老厝搁再利用。希望民众透过老厝的活法，了解市区位仔的历史，嘛通感受新气味。记者陈阿伯李旭凯台北采访报道。咱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照顾失智老人嘛是重要的课题。咱过来有团体家务，互老人会当伫园区内底练习团体活动，而且佫会使去便利商店买物件，而且伊嘛有伫卖咖啡，甲人客开讲。即马咱就带乡亲，咱做伙来去接一杯来啉这阿公阿嬷泡的咖啡。欢迎光临，欢迎光临。谢谢光临，谢谢光临。正式上工进前，先练习拍招呼。这一天，家己圣母家学的失智症老大人穿围裙，正做7-11的高年级实习生。咖啡偌济钱？咖啡啊，一杯啊，45块。哦，对。问咖啡偌济钱？阿巧阿嬷讲话虽然慢，却回答甲真清楚。疫情爆发进前，圣母家学每礼拜拢安排失智老大人到超商做1点钟的店员。我煮的啦。哦，谢谢阿嬷，谢谢哦。啊，好啉就搁安怎？谢谢。好。好啉就搁来啊。好。卖咖啡其实是协助阿公阿嬷复健的一种方式。2017年，中华圣母基金会参考日本的上错菜餐厅甲荷兰的失智症超市，甲统超商合作开几点咖啡馆。这张有偌济？1千。安咱来找偌济？爱找930。9到30哦，厉害。长辈去那边学习按咖啡机。它是一个抽象思考能力的训练。长辈到门市里面去接待这个客人，它是一个社交技巧的一个训练跟回复。问起实施和失智的老大人，面对大众机会变质，对因的情绪控制、应对技巧拢帮助。激发的他的潜能，然后他们乐在其中，那有自己那种存在的价值，创造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这是最棒的。不再是所谓大家讲的
失智就完全没有用。让大家更加熟悉失智症社区，也打造出更加友善的环境。社会孤立 （social isolation） 这一块呢，的确，对我们的失智症病人造成蛮大的影响。中华商务基金会已经规划今年底进行，和几点咖啡馆也拓展到金门、溪湖这所在，朝向全台不管市弄一间的目标。希望未来全台各地民众拢行入失智友善超商，饮一杯阿公阿嬷做的咖啡。记者综合报道。透过第三方支付的平台做买卖，即马是真利便嘛，愈来愈肃常。严格古诈骗集团即马是偷摕别人的信用卡资料，伫第三方支付的平台消费买物件。受害者是等对方已经入卡入8摆啊，方开19万，才知影家己互偷入卡。透过无现金支付方式买卖会使搁较利便，即马所传出有人利用第三方支付工具诈骗。王小姐过去伫线顶买物件，所拄到诈骗集团，摕伊的信用卡号码去登录第三方支付服务消费。把你的信用卡资料绑定上某个第三方支付的账户，然后绑上了之后，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账户就会认为这个账户是你的，然后他就可以一直的刷卡，刷到第8笔已经19万的时候，我的发卡银行才通知我来跟我确认说我是不是有做这样的消费。王小姐表示，提供信用卡号码了后，嘛会传1摆简讯 OTP 号码给对方。伊即期为虾米敢若1摆 OTP 授权，对方就会使伫第三方支付平台消费遮济遍。立委也指出 ，OTP 简讯并无设是要登录第三方支付，也是普通消费使用，要求相关单位爱改善。有哪一些东西是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定型化契约里面呢？我们这个方向来努力。我们回去会协调银行工会针对 OTP 格式那一块，我们会去了解。除了希望会使伫 OTP 简讯加上相关警告资讯，金管会也表示，针对银行方面，伫发 OTP 简讯时，敢有法度分辨每方入卡 OTP， 目的是要登录第三方支付平台，也是单纯消费，嘛会搁再了解。记者郭宝军、郑派文台北报道。拄着困难，拄着袂得过代志，有人去拜求签、拜神。在生活也着神，也着人。疫情期间，真侪弱势家庭生活歹过。即马高雄市社福中心有甲公庙合作，总共有发现讲去拜求签的民众需要帮助的、需要帮衬的，因都会转去互社福中心提供救助金，也是生活物资。住伫附近的阿月阿嬷定定来庙林拜拜，最近因为生活艰苦，开始研究签诗，想袂到煞改变伊的生活。毋但是签诗的内容，伊嘛得到实际的帮助。这张签诗讲叫我爱等，爱勇敢行出来。嘿，我嘛是勇敢行出来。你跟他谈了以后，你就发觉，这个问题是不是1天2天，也不是短期的，那需要可能要1年半载的。这个时候，刚好有这个社会局、社会福利组织，我们有这个单位，那如果能够再结合多单位来帮忙，那不是更好吗？阿月阿嬷因为后生无住伫身躯边，翁仔某拢着癌，搁爱照顾2个孙，生活歹过嘛歹势求帮助。因为公庙甲社福中心合作，庙林必签诗的人员加问2句，知影阿嬷的困难，马上甲伊通报。即马伊逐个月有3000块的补助，甲生活物资，搁有民间的救助。多问一下，就是他家里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状况。那如果有符合我们脆弱家庭或是弱势的家庭，就可以转介给我们。那我们社工就会去关怀、陪伴他，然后提供一些物资，还有一些急难救助。社会局表示，龙神宫是第一间合作的公庙，40个必签诗的人员拢有上课，目前已经转予社福中心2个案例，未来嘛会增加合作的公庙，量早发现协助弱势家庭。记者邓亚文、赖维做高雄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世界银行8日是有公布上新的数字，甲今年全世界经济成长的预测向下修改到2.9%。嘛，警告讲全世界的经济可能会因为战争出现停止性的通货膨胀的压袂落来。有一寡国家经济定着会衰退，所以生活压力未来会哪来哪震动。世界银行礼拜2公布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而且今年全球经济成长会放慢到 2.9%， 比1月的预测大幅度收减 1.2个百分点。这个数字比起去年 5.7%， 差不多是减一半。
原因是疫情甲俄乌战争的冲击，和1970年代听都性通货膨胀可能会再发生，全球经济恐惊因为安尼快速变慢，甚至引起经济衰退。We currently face macroeconomic challenges, including unacceptable levels of inflation. 以美国来讲，最近几个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一直维持伫100%以上，创下40年来新高。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进前坦白承认，过去一年错估通货膨胀的情势。礼拜二，伊伫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的预测，通货膨胀会维持正悬。为了对抗这个情形，美国联准会会一直升关利息。让准备竞选连任的巴西总统普索纳罗，礼拜一是宣布要将燃油税调降到0，让选民欢喜。不过，物价起价压力，伫南亚巴基斯坦散价人啊，更较有感觉。पहले मैं 150 का खरीदती थी, अब ये 250 का हो गया। गरीब आदमी बंदा करे तो करे ही क्या? 为旁遮普县来的安瑟，伊是3个囡仔单亲妈妈，为了加赚淡薄仔钱来行债务，伊来克拉茨替人做使用人，不过物价一直起，互伊即刷薪水，连要互囝食饱都有问题。कभी बच्चे मेरे नमक मिर्च या अचार से ही खाना खा लेते हैं, रोटी खा लेते हैं। 经济已经陷入困境的巴基斯坦，5月通货膨胀率升高到13.8%。政府为着确保一旦摕到 IMF 的纾困金，取消对燃油甲电力的补贴，让安尼使得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经济学家烦恼低收入的人会愈来愈散。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美国德州进前是发生严重校园枪击案，即马呼吁美国爱管制枪的声音是愈发愈大声，连奥斯卡影帝马修麦康纳嘛拢徛出来呼吁各国爱放弃党派无对等，互枪的管制法量早通过。白宫公布小拜日来一位稀客，就是好莱坞影帝马修麦康纳。伊来毋是为着表演，而是为着德州学校枪击案的无害者来讲话。案发迄天，麦康纳随即甲家后到当地关心，因为案发的地点乌瓦德镇正是伊的故乡。That is there that we met two of the grieving parents, Ryan and Jessica Ramirez. Their 10-year-old daughter, Alethea. She was one of the 19 children that were killed the day before. Now, Alethea, her dream was to go to art school in Paris and one day share her art with the world. 马修麦康纳提出2人学生的相片甲画素，希望会互囡仔梦想继续活伫世间。以后挑工再来一项无害学生，不将是爱情的青色的磅礴鞋。These are the same green Converse on her feet that turned out to be the only clear evidence that could identify her after the shooting. How about that? 讲到激动的所在，麦康纳转倒啊，因为这囡仔原本拢有美好的前程，就是因为一个会使避免的枪击案未获大限。麦康纳呼吁各国议员放下党派成见，互枪击管制法赶紧来通过，安尼才法度互这无辜牺牲的性命实有价值。伫同一天，美国众议庭事委员会也对2项枪击管制法举行听证会，希望限制各买半自动步枪的年龄，同时禁止袂使抵10发枪支以上的枪支鸭。其中一项法案会允准所有的人，也是警方请求联邦法院下令没收枪支，针对是当事者可能提枪自伤，也是伤害人。这2项法案在民主党将阿伯多数众议有可能过关，不过在参议来自共和党的阻力依然真大。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那伫法国最近是正在发生也注射弹将乌白拄乌白贼的攻击事件，地点拢发生伫人较济、较差的所在，亲像是演唱会也是酒吧。有一寡少年查某囡仔受害了后，常常感觉会明白身体无爽快，才发现家己身躯顶哪有针拄过针孔。目前已经有超过300个人去报案，法国的警方嘛已经有抓到一个20多岁嫌犯，即马等咧调查。19岁努马利顶礼拜5去法国东南部一座城市参加音乐节目的录影，原本算甲真欢喜，但过尾也感觉身体真无爽快。My vision went blurry. I felt very weak, so I looked at my friend and I said, "I'm not okay. Something's not right." 努马利开始吐，赶紧向急救人员来求救，不过伫这时阵，真侪人开始不安骚动起来。Suddenly, we saw movement in the crowd. It made me think there was an attack. People were panicking, bumping into each other. Then we hear, "They're needles. They're needles. We need to leave."
迄天大约有20人感觉身体无爽快，才发现家己互针头插着。拜六又继续有2场音乐节，有10外的青少年受到攻击。警方伫礼拜抓到一个20外岁男性，不过无伫伊身躯找到注射筒，嫌犯也好啉这指控。回顾相关的案件，其实对今年初就开始啊，各国各地拢有人通报，到即阵已经超过300个人报案。受害者大部分是少年的女性，共同的症状是常常想要吐、头壳晕，感觉真痛。后来就发现身躯有针，警方即阵也无法度确定注射针头是毋是含有毒品。相关的事件若伫法国引起惊吓，英国去年下半年就发生超过1300针的针头的攻击。比利时甲荷兰也有一寡案例，也毋过各个调查拢无明确的结论。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澳洲政府伫4当前已经开始一步一步禁止塑胶用品，效果是袂歹，因为塑胶本数的量已经减半，减一半了后，毋过这2冬，因为疫情的关系，用快台试剂也是喙暗，才因为防疫所需要的产生的废弃物加真济，即马佫成做新的污染源。是澳大利亚政府自2018年开始禁止使用轻的塑胶袋啊，早期也禁止使用塑胶塑钢袋啊、氦气球。结果，减塑胶的成果真明显。澳洲圣母大学环境管系讲师戴维斯甲当地居民4年来伫咧南波斯海沙堡进行净滩的活动，本来本数量已经减一半，不过疫情爆发了，又佫有变化。Since the mandatory mask wearing, I have picked up obviously significantly more masks. And recently I've seen the rapid antigen tests just laying around on the ground. So not on the beach yet, but I'm assuming they'll wash down there at some point. 因为疫情，大家用真侪喙暗甲快台试剂，不过也造成新的废弃物问题。西澳环境部长讲，快台试剂有成无成危害问题。Public health, the priority's got to be public health. So the priority's got to be the safe disposal of that material. 戴维斯要追查相关废弃物的卡链，伫咧海边啊采专属的海洋废弃物粪扫桶，互游客用，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这款废弃物的来源甲种类是毋是有变化。新冠疫情也互血里的医疗量能正悬。根据澳洲新南威尔斯州卫生厅的统计，每年有2000位病人到西部的病院看医生，有一半的人爱等4点钟以上。不过1/5的民众无性命危险。去年9月，伫咧雪梨西部的帕拉马塔，就普通科医生成立一间紧急救护诊所，提供有紧急就医需求，不过无性命危险的民众使用。We actually are able to manage them in our urgent care practice, so they do not need to go to any emergency department in nearby hospitals. 纽菲亚磅体温护理师为病人做检查，成立8个月以来，紧急照护诊所已经医疗1400位病人，医疗分流的效果真明显。伫雪梨西部地区，今年年底进前按算要设立12间。希望会当缩短大病院急诊病人等待时间，互有需要的病人会当赶紧得到治疗。公视新闻王雅芳编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咱同款受锋面的影响，伫西半部同款爱设置大水库，严格雨会豆豆减少啊。明仔载锋面就会往北，各地雨水会搁较少，敢若剩中部以北有地渐雨。到礼拜日的时，天气就会恢复稳定。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是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0度。外岛的温度是19度至3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新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